情所在，待我前去再叙。先生请住，那里去不得。为什么？那里面住着崔相国夫人和英英小姐。崔相国将军为何不知quân意，却来包杀举子？先生有所不知，我师父法本长老乃是相国替身，相国去世，夫人与小姐无了邻居为不灵援军，路上不见，故而暂时寄居失踪。啊，原来是此。红娘开了个门，是小姐。张先生，崔府女眷来了，我们还是回避一下。员外无常。莫非就是英英小姐么？正是崔家小姐啊。那身边还有一位小娘子，那是侍女红娘。张先生，
请到方丈把住。请小叔先引一步，小生才入道。你在女婿成功面，翠蝶谢天并用鞭，家务要子教育员，好似在里头卖保险，风吕帽结过了万万千，实在等可惜了几层天。小姐，你看这桃花开得多么美，我们做他娘子好不好？是的。回去吧。他竟死去了，有点神仙归洞天，此地空余杨绿烟，
人方便分享儿，告示今天。定把这口骨相思并而存。真记得，白玉不离，忘记笑纳。卡中4次独立，与我见交。只因离爹万岁，欲意在宝刹交一计，以便问题进士。彼时空亡人多，陈平县长。曾经啊，曾经，就请拨了过来。长老万福。红娘，长老，夫人命我来问，几时好与老相公做好事？本月15乃是知府修公之日，时下道场，就请夫人小姐前来念香。待我洗过杂技，你打了回去。我生我惧了，若报生儿，好且忘记。爹娘啊！先生何时备课？小生无害飘零。不能为父母做一些功德，使之伤心。小生已有答应文章，再见我的父母，不知长老肯发慈悲吗？孝亲之心，人间有之。不知夫人可肯方便吗？这是好事，了言为语。多谢长老。小生告辞。那小娘子想必是要出来。小娘子罢矣。先生万福。贵问小娘子，这是英英小姐身边的红娘子。我就是和老你同门啊。小生姓张名公，是俊才，乃是西路人士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日子时见生，并未此妻。哎呀，3问你来，我又不是算命先生，要你的生年八字有什么用呀？这位红娘子，小姐常出来走走嘛。出来的怎么？夫人见他临兵上，自家你进家御房，三来三出同志辈，菩萨不管是重大，地理不言似乎
寻，你到世上怎敢把你忘？云女我红娘不追究，老夫人她文字你怎承担？真是个死呆子！相公，时余不早，我们回去吧。回到殿堂，本次迎来。奔到哪里？奔到庙堂，是在哪乡？靠近西乡。庙堂，问故何人？知道小姐每夜来花园烧香，怎么还不见来呀？一根儿万难尽无声，真不为该相遇同情，再找耳朵听。娘绕脚不移，我只在太湖上上灯。小弟忙听得过门儿呀的一声，风过巨人回来异乡牺牲。我天早家姐儿仔细听听。红娘哪乡来？
欢迎妈妈话来讲。小弟，红娘替小弟做好了吧？愿小弟早配鸳鸯配一个，但是才华是一郎，风雨三问问实心，与小弟8年才小弟，我对你这里好笑的事。什么好笑的事？昔日老夫人差红娘到长老那里去问杂技，玉婆就要那天在国门儿女见的那个秀才，他对红娘深深一语，说小娘子不是殷殷小姐身边的红娘吗？你说小生心脏明公是君才，乃是喜乐神日。年方23岁，正月17日子日生。小生我并不认此妻呀。再要你去问他了。我要谁问他嘞？他问提他小姐的名字呢？是你家小姐长出来走走嘛？这红娘好好的抢拔了一顿，你不抢拔他也罢。哼，世上就有这样的傻瓜，我要不抢拔他，他说不定还要是起什么风话的。你对老夫也罢。听小姐之言，颇有结连之意。我不免凝思一绪，看他是何。余生永永花意寂寂存，似无灵儿旁。不见雨中人，好清新的诗啊！哎呀，小姐，这声音就是那个23岁还不认此妻的傻瓜。小姐，他认得好吗？红娘，小姐有他一首可好吗？小姐，我们当他回去。兰桂生寂寞，不及
今有胡家混将生力部司令武器人马为之人，口口声声要引领小姐中阿达夫人，知道不肯还要帮扶少子。小生死于安排。这是谁为我这样金箍旋天马死人呐？老夫人大事不好了！有胡家混将生力部司令武器人马为之人，口口声声要什么？要引领小姐中阿达夫人。母亲，母亲，迎敌风来，一声灾啊！乃天桃空空里。耳边金箍连天下，孤丧母女不得回啊！金箍声声的带劲，真叫人上天晒地。两无门啊！我儿真生死了，母亲切不悲痛，一儿想来，只有把儿先见责任，再可报得家心里。问家相顾门第，真正将我儿先于出身，什么家事？事到如今，母亲不再离三儿，还是把儿先接纳着。一来是念得财产老母亲，二来是念得不地花灰尘，三来是终身无事命可保，四来是前人邻居待爱人，那无来姐姐，好姐姐，我能三世的人人，也保得财家有代根，隐隐啥是谁是神，血淋的丹花也成。苦痛遇了是我恩，可怜在了爱的亲。姐姐，我儿千金之体，为娘真正将儿献着救命。老夫人，我宁辞别言道，这不把夜莺小姐送出，他们要放火烧死了。母亲啊，昔日本是太平之计，儿岂肯真的慎重责任，使君杀救良人？也罢，三尺林边的兵啊，娘啊娘，把儿的死就写成人。我儿不可如此，死不得，这是从奴那头，怎肯管许？母亲，儿另有一计，儿有计，啥有人能太太平？儿情愿与那英勇机会还。此计较苦，
虽不是门当户对，也将是言语出身。长老，准话下去，而师生等有谁推的是兵的，便把小女英英与他为妻。老身遵命。夫人有命，还是人等能看得出兵人，便把一应小姐与他为妻。小生来也。夫人，这个秀才他倒有特别之计。足见先生仗义，方才已与长老说过，但有太得是兵的，愿将小女英英与他为妻。小孙你不用事，即将安存。小生有一故女，姓杜名强，号为白马将军，现统领10万大军，征收不怪。小生与他八八之交，我一心去用死必来。杀得白马将军，何求一个神兵夫？只是他无领头，愿谁难走近乎？无法，先用援兵之计。各位长老到中律之上，小于责任。谁知道夫人也道，小姐生存小物，送与将军与众不利，请将人马暂退一箭之地，3日后功德圆满，完了节务，才能送与将军。时机甚了，老身就去传话。小姐，我看他不出呀，这个时候他一点也不傻啦。但愿他退了这兵，事在紧急，就请先生休息。事情早已修好，请夫人放心。多谢先生，老身告别了。女儿，随我来。好了，好了，这边孤船开了一箭之地了。长老，快差一个细心大胆之人前去下事。我之下有个徒儿换奏为名，最有胆力，待我引你前去见过。老声音，俺得要杀着这铁棒山，哪有那怕死的胡哨下来？咱帮是铁打的张家汉，也正三夫在那山，结婚我无畏，斗起英勇胆，杀着子兄。为民，这位先生他倒有开兵之计，有私信一封要送于部官阿马将军，你愿去吗？好，先生你不愿开兵计，包括你私信。
非同小可啊！先生，小了而言，俺等一言不多多，黑不翻，俺一生换了啦。非常先生也有精神，我一家性命皆先生所赐，今日两被小长了表先生，在殡仪旁，这乃是夫人之洪风。罢了，上先生请长寿，小生言过，公瑾不是聪明。女儿请前来，不必闭眼。今儿张先生乃是一家人了。母亲，上前拜过姑姑。今后你们就兄妹相称。红娘斟酒来，女儿与你姑姑把账。不愧你兄长相救，哪有闻名？你必须要敬你姑姑一盏啊！俺家人命儿薄，论须在心情中，心情中。
吧。张先生，小生醉了。八戒夫人，且慢不过。夫人跟前有一句话要说，有话请讲。现在沈地府为知了事们，便在仓促。夫人正是能太在并地，不论何人，遂把英英小姐配他为妻。是有这句话没有？有啊。当此事是在听声而成，先生是有活命之恩，怎能先相不临终？夫人请知，结兵结位既是小生所做，夫人应该谨守诺言，把小姐许予小生，为何会说兄妹相称？小女终身乃相国临终遗言，须与老身侄儿承恩为妻。现在有事做他前来，他若来了，叫老身无意回答。请问夫人，夫人既有遵守相国遗言，又为何当众许亲？这个是今老身愿独以金不为受，望先生另聘高门。小生当是亲身而成，岂为吞吐你的前人？哼！你把张公小看了，即便告知张先生，请小子记着，老身当领土报答。待我叫红娘送先生回房。张先生，你刚才少饮一杯，岂不是好？红娘子，你也无度，我还什么罪呢？现实之事，小生这一封信本不周到，此是夫人当当地凭他举，请可许下了婚姻。红娘子，这不是你我两人听见的。两老下书法神中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为天菩萨都听见的。不料如今夫人突然变卦，叫小生心情激动，更无闭路。红娘子，我只在你红娘子面前死尽了吧。先生，张先生，今日之事，夫人预言在先，如今他反悔了。莫要是你先生听了气恼，就是我红娘听了，也实在替先生有些不平。红娘子，你若有些不平，何以叫我呢？实对你说吧，小姐她对你也未必无情。三红娘来想个法儿，叫你们两人一同进衣。请问即将安成？先生有意顾情，必然如此。我小姐也再好情谊，今晚先生不妨试探一曲，
看小姐有什么话说，谁有好意，我明早定来告知。哎呀，小生当谢红娘这地成亲。有美人心，狮子韶华，光飞翩翩行，四海俱往。张贤待女婿，结束衷肠，不得与非心，使我人亡，使我人亡。冷冷凄烟，地转一世一生诉心中。他那里一瞧李中长，一代我在里只因千古心相通。他那里逢君王，我在里望君逢。恨只恨高高把分疆，嘎开了云山千万重，怎得过人儿将小心
这今天一定是红娘打来的。长生啊，长生，你也太大意了。相思很昨天，满把要尽路。若是雨风尘，芳雪影一朵。此情不可回，须臾何时回？莫非若画面，千莲花叶中。红娘，过来呀！小姐，这东西是哪里来的？才敢把这天天儿来戏弄我？我什么时有见惯这样的东西？我要去禀告老夫人，打下你的下本子来。哎呀，小姐，小姐，这笺帖儿是我拿来的，我又不识字，知他写的是些什么呢？小姐，你不要闹，红娘到夫人跟前插手去。插手哪个？插手长生。红娘，我暂且饶他这一次吧。少了长生倒不要紧，只是红娘怕夫人知道，要把我打下下本起来呢。红娘，老夫人挂你时，与我听的实话，不妨事的。哎呦，小姐，你一会儿叫老夫人把红娘打下下本起来，一会儿又替红娘讲情了。红娘，你不知道张先生有闻名之恩，我是告知夫人，坏了他的名声与情不安。我若不告知夫人，他以后还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呢。要不是老夫人许了婚与蜡，他管这样讲，管这样写嘛？就是我家亏了他，他也不给死吃啊。也罢，待我写过检体，叫他以后不可如此。小姐，你写什么呀？你这不是要害了他吗？红娘，你不知道，若不将他死心，他以后还不知要闹出什么事来呢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写什么呀？红娘，你去对他说，我与他乃是兄妹，叫他以后不要胡思乱想，若是再犯，定要告知夫人。红娘，连你也逃不了这个关系，去吧。我不去。快拿去。我不去嘛。哪去啊？小弟，你这是何苦嘞？这女子不听使唤。红娘子，事情怎么样了？
好嘞，小孙理当接待，小姐死在。喜事怎么了？天大的喜事啊！喜事？哎，这信上怎样写？小姐让我今夜花园相会。真的？这玩意什么假的 ？No， 这里有4句诗：待雨细乡下，等月亮上来，迎风无半开，是他开门等我。或像花云同，你是月人来，那就是小孙来了。美丹呀，喜悦意满满全家，今夜是发出茶呀。小姐，你看你追得这样快。小姐，你看时候不早了，今晚我们相聚不要少了吧？红娘，你看今夜月白风清，正是烧香的时候呢。哎，我也是说，正是烧香的时候呀。各位，我早把香盘备好了。红娘子，小姐来了没有？来倒是来了。哎，我请问你，是他真的让你来吗？这玩有什么假的？小孙是才师来的，所假。你不要冲着国门而过去，怕小姐疑心是我带你来的。你还是跳墙？跳墙？听我的话，不会有错。啊，是。小姐，画面没有什么。哦，好像有人说话。哎，没有，连个声音子也没有。小姐，你还是烧香吧。红娘神色真奇怪，是真是假心难猜。莫非他已把我寄还天？要是他，哎呀，母亲知道真爱陪。
小姐，是小生我啊！哎呀，你怎么跳江过来的呢？是红娘子叫我跳江的，都称小姐美意，小生是呀而来。红娘，红娘，小姐为什么？来啦！小姐，做什么呀？红娘，有谁？真的吗？哎，是谁呀？是谁呀？是我啊！哦，我是花园里哪里位的谁呀？小姐，不要怕，原来是个熟人。谁是我还有圣地说的呀？真是个熟人呀！喏，是张生。管他是谁，把我打了出去。打到哪里去？打到老夫人跟前去。小姐，到了老夫人跟前，岂不坏了她的名声？小姐，红娘帮你吃饭吧。啊。
心声，我与他今日还心儿相依，挂老母临门户，拉恰婚姻。也愿我女儿家恰生生，富裕了生也黄昏。从此自个化人愿天也尽，凡中相思结了今生。爱我四方去太平，小姐，你要到哪里去呀？南归寂寞三三心，是子红娘带小姐同去。只要我一步才回门，你便是婴儿不离身。小姐，红娘是谁小姐呀？你是有得好啊！老夫人举官得进，小妹相服侍得亲。小姐，你不要冤屈了红娘。小姐，红娘刚才侍候老夫人，听那太医生长孙的病重得很呢。他怎样了？他已是3米不进，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啊！红娘，我是今开了个药房，你去送接长生吧。这个小姐你又来了，你就要采笔请的呀乱用，你去年长生病沉重，小姐呀，你是一为儿恼，一为儿愁，一为儿欢，一为儿空，那长生是一半儿相思，一半儿恨，一半儿痴迷，一半儿疯。红娘，这样方式，我知道你这呀房儿呀，不是宁波富冠开，明日发祥花影动，说什么太要心想相逢时一生有仇，恰把那牛人来捉牢。红娘，今番绝不哄你。我不相信，我请太医去看看。红娘，你好糊涂啊！
你姐姐今日身体可好？很好。今天晚上我还看见他到花园里去烧香，烧到半夜还没有回来。是真的吗？是我亲眼看见的。混了啊？你去唤红娘来。啊。红娘参见老夫人。多，小姐人还不跪下。母亲，你做什么？不用你多嘴，快去取家法过来。老夫人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跪下呀？跪下！跪下就跪下。下去。红娘，你自在吗？红娘不自在。宦官强贼！我来问你，你与小姐每夜到花园里去做什么？啊，娘娘为了这件事呀。还不是讲？不然做什么呀？到花园嘛，烧香呀。为何深夜不归？是在前呢，我们很早就回来了。混浪姐了，你不是，我打死你这小先生！夫人，不要耍鸟鬼手，听红娘说。讲。红娘与小姐夜送是停了在讲究什么？他在姑姑一句，要去相思吗？我等我的言语，要你们去问我些什么？问候嘛，就是问候了，有什么好说的呀？你们去问候，那张生他是写什么？他是夫人做成。叫小声不爱到上西边以后呢？以后啊？怎么样？以后的事嘛，以后再讲好了。小先生还不快讲？他是红娘，你别再小姐，叫小姐全前来。
先生，他一个女儿家，我一三更叫他来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叫他来做什么。又怎么样？哎呀，自己到这里嘛就完了，哪来这许多以后呢？小先生还不快讲！不讲。月儿在上绿纱头，早已晨阳黄昏后。常言他女他不中女，其间何必苦追究？夫人啊，你得方虽是前方手，得把虽是前方手。天哪！我堂堂相夫，竟出了这样的丑事！待我把那禽兽拉到官府中去。夫人，你去告谁？去告张生。此事怨不得张生，也要怨那个不识羞耻的先生，也怨不得小姐。哼，都是你这个小先生！哎呀，这与我红娘有什么相关呢？是此大冤大个？怨你老夫人。我夫人，事实是高大官吏，夫人身上系有三股不是。怎么？我倒有三股不是？你与我讲。哪个结了这头债？你本是相国夫人，受高名气，不问言而无信，不应该。哪不该把张生女子私冤来？再叫这冤女狂妇来奉陪。莫道他分的金莲把花儿采，就忘了云纱苍儿你自己开。啥时官府来动门，你自家不念言语才。这三不该。啥分那凡事之人，哪一个偏是在相府的女群才？千年的他是连根儿到转无金马门儿把鸟接。哎呀，夫人，那张生三不是皇堂之指挥，恰也与宋鸟风采之间才，倒不是神山太守娘祖该呀批下了这丑事，居心情。你去叫小姐来。是。
这丫头一句话，刺痛了我的心头。到家老师发了愁，菩萨将应许了张君才，把一人正派高门楼，菩萨将他去就把相夫名声一旦丢。而今是福水难再修，倒不是生生且退走，几年远并非心中愿。生死那测归有路求。见过母亲，二娘啊，我的儿，你被人欺了。这都是我的孽障，还怨着谁了？红娘，你去还那禽兽来。还哪个呀？长生是。传见夫人，好过保有修在，竟为做出这种非礼之事。事已是此，就把英英许你为妻。传见岳母，但有一件，我家三思不早把一女婿，明日你便上京应试，得官回来再与我女儿成亲，杀不得官，就来见我母女。红娘吩咐准备车辆，安排酒菜，明日在十里长亭及张先生见迎。
人，请留步。时日不早，你们分别几句，不要误了他的行程。红娘吩咐讨错，为娘在车上等你。多情是孤伤别离，君为等人等归期，看老母从功名苦相比，开怀离居三千里，你此去爱马随风是珍重，我在里听落有心应当谨记，虽过那与归无关，早为罪。因年我妹在藏旅长相依。临别一岁情意，缘起再把千金起，今月之夜当亲戚，不为为民为妻，待归回来荣耀你呀，不得归回来本家亲。丈生，路上保重。姐姐，母亲叫你等出去。小姐保重，小生告别。